后来即卖国内有走私的非洲猪这肉品，嘛互大家对猪肉来源更加关心。台中大安区饲猪的青农会长曲国如，伊所饲的猪仔只，除了通过产销履历的认证之外，伊阁伫饲料内底来掺活菌。最近伫农会辅导之下，推出着活菌猪的产品，要为在地农产创造新价值。伫饲料内面倒咖啡色的水，刷来互这猪仔食。饲猪仔青农会长曲国如为了提升猪肉品质，决定伫饲料内面淋活菌。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伊发现猪仔囝的这吸收有较好，免疫力嘛提升，肉较无咸，鸡正好食。活菌在养猪是不是可以减少药物的使用，不要用那么多的药物，让猪健康，然后我们的猪肉也会跟着品质会提升很多。今年前，有位老爸手中接这个饲猪的产业，长期来拢采用产销履历认证来饲猪，即马佫加入这个活菌，虽然讲过程真辛苦，因为为着食品的安全，赶快要坚持落去。我感觉啦，效益是非常非常大，就是会让消费者会想要一吃再吃这样子。农会嘛表示讲，虽然饲活菌猪的成本较悬，但过因为品质较好，伫肉片的市场会使比一般的猪仔食每公斤悬差不多3块至5块。曲国如嘛希望讲未来能鼓励更较侪当地猪农做伙来用活菌饲猪，为在地农产创造新价值。